县嘉东乡的萧家祖屋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外表，内在是传统客家建筑，也是台湾唯一的客家围龙伙房和五堂大屋。风水叫做前有水后有靠，登堂入室步步高升。最好的部分放祖先牌位，放天公祠，你们叫厅房。长辈睡厅，晚辈睡厢房，哦，长幼有序。好，请大家跟着我对亚偏行来到主公厅，哦，勤业堂。我们南部客家一般是堂字摆中间。主公厅高挂的洞对是萧家代代相传的家训。天公厅的门神有别于一般的武神武将，改由仙翁仙女来守护。来到长辈卧室明德居，发现一个温馨的摆设。六对里面只有左对有这种东西，我们客家叫宠龟，矮柜兼椅子兼单人床，是晚辈要侍奉长辈的，不能够睡得呼大睡，这床小小的，要很警觉性很高。这个有些人家睡得比较凉快，以前没有冷气，这样就叫孝亲床。步月楼是嘉东的第5座城门，也是萧家出入和防御外敌的专属城门。当时1895年日本从枋寮登陆，这边是第一站，当然战况非常惨烈。我第3代祖先是左堆总理、6堆副总理，当时他死掉2儿子，这边有记载，非常惨烈。嘉东的对第一战叫步月楼之战。当时弹痕累累，修补后的弹痕掩盖不住客家先民保卫乡土的精神。最初以酿酒染布经商有成的大家族，随着时间流逝，萧家祖屋像是经历风霜的老人家，有说不完的故事等着后代细细品味。上课喽！堆鸦片行，堆鸦片行，堆鸦片行。